家伫立法院提艺术推进奖的画作献予母校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转来到台南一中，受到学生热烈欢迎，嘛受邀上台颁奖给杰出校友。所联选到的这个杰出校友呢，都是真正货真价实，而且呢，都是最值得社会各界所肯定。第16届校友杰出成就奖的颁奖典礼，总共有13位的获奖者，包括台大的校长、海大的校长。今年台南一中杰出校友分做学术教育、经济建设、社会服务、艺文体育、企业经营、专业服务等领域。得奖的有台大校长陈文章、赖清德文书韩良成、苏姿丰的爸爸苏春华等人。我是1960年毕业的，跟那个王金平院长是同学啊，并且我们大学也是同系。台南呢是我的故乡，所以我每年都回来大概至少3次啊，并且我在纽约创立的公司，在30几年前我们就设厂在台南，我们就深耕台南，现在还继续在发展当中。苏春华虽然伫美国50冬，现游玩伫咧台湾，唔那协助市政推动外交。查某囝苏姿丰的公司 AMD 经投资台南，是台湾之光。12月2日嘛将伫台南一中演讲，分享是如何成就查某囝的传奇故事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